你以為追熱門賽道係捷徑啊？其實你係將自己推入一個3到6個月就會死嘅短期遊戲。大部分人痴迷於尋找最快速嘅賺錢套路，但呢個恰恰係最大嘅陷阱，因為呢啲所謂嘅風口吸引咗佢，全部都係缺乏長期目標，只想賺快錢嘅投機者。你同佢哋捲，本質上係去一個毫無意義嘅消耗遊戲度浪費生命。真正嘅賺錢邏輯從來唔係追風口，而係建立一個無法被複製嘅長期系統。呢個系統嘅核心係你為社會創造嘅唯一價值。金錢係社會嘅血液啦。如果你啲生意唔能夠為市場注入新嘅活力啦，你嘅事業同埋你自己嘅使命感都會一齊死亡。你賺唔到錢，本質上就係因為你冇為市場做出貢獻，冇價值貢獻，就冇現金回流。呢個係鐵律。最快嘅速成方案就係接受最漫長嘅道路。好多人喺唔同賽道之間反覆橫跳，結果係乜都做唔深。與其啲，不如一開始就選擇嗰條需要長期耕耘嘅路，用行動帶動思考，喺實戰中進化。你唔需要成為專家先開始，你只需要比你要幫助啲人領先一步。最好嘅學習方式就係透過服務第一個客戶嘅學習。頂級玩家從來唔係專家先開始收費，佢哋係喺服務客戶嘅過程中同市場一齊成長。佢哋唔追求完美，佢哋追求有效。先用一個最細可行性服務開始，咁實踐中同客戶共同進化，行動永遠先於完美。呢個先係真正嘅長期主義。從救護到創富，我哋使命從未改變，幫你識別風險，把握機會。我係 Jackie，實戰中見真章。